30秒了哟。这几集下来应该已经看到我厉害的刀工了。哦，之后就不一定了，黑猫。之后真的不一定。海鲜配这很绝配，像嘿明珠老把 Cam 同人绝配啦。你有故宫啊意见吗？为什么要贴圆形？你知道吗？ MB 因为就是圆圆满满。写大啦。好的，我们贴的是岁岁平安。这时候总得容，请善用好不好？总得来等居的时间用30秒。刀工有冇吼？有下好的。谢谢我切的，来，所以那个你有拍到要给玻璃穿吗？是切，你看一下这个。该 Q 刚刚重复。好了，我已经赢了，谢谢。来，欢呼一下，欢呼一下哈，来。我们不同队哦，今天我不同队，耶耶耶！加油加油加油！罗人家来，加油加油加油 ！Hello， 各位天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，我係鍾伯強。今日嘅同歡喜來到新北市嘅蘇拿亞嘅天氣，其實呢，你也下頭亞嘅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啊，唔底下地度空電動到爆嘛？哎呦，有乜嘅東西咧？真的，你看出來你客家種地度啊，喺講嘅老火風暴啊，會有嗰種傳統客家人嘅一條做嘅散步啊，用嘅東西啊，客家頭擺人家用嘅行通嘅時節牛叉一條啊，吼，來爬綠草，全部做的都哎呦，地圖圈做得看到呢。而且除咗呢條以外啊，喺講禮拜六日嘅時節。來到也特別動鬧嘢，還會有遊覽車來耶！哎呦，全副嘅人哦，全係我看以前哦挑戰嘅客人哦，樣辦生活哦。唔過呢，今日來到也特別來潛鬧嘢來 PK 咧。係啊，今日吼來個來賓吼，高手也是不得了。唔過吼到紹介今日嘅來賓之前哦，我來先分讓。非常厲害嘅平行總不是咯。冇錯，3號嚟呢就先來分享到也係我好朋友哦，分享到係清晨齊師傅。藍嘴哈，歡迎到的是我們的非常帥氣的張世傑張總不是壯同。來看一下，到底今日嘅食材，天出嘛嘅指定食材咯。其實個具體嘅料理到底係乜嘅東西咧？哦喲，緊張哦！哎，我還蠻含啲咯，我一看咯，哎呦，芹菜炒蔬乾啦喲！芹菜炒蔬乾呢，其實都要客家料理當中，還算係非常嘅經典傳統嘅出菜，對不對？對啊，芹菜代表客家人大丈媽媽煮嘅炒嘅料理啊呢，又代表芹腔嚟㗎，因為芹菜嘛，芹，那客家話很多芹，古時候佢就有用勤儉的意思，芹腔嘛呢。不過我看啊，因為我正經係唔會做菜嘅人啊，看這麼多料理吼，用辦把它加起來，到底做法，用辦做得到大家講一下。芹菜呢東西哦，做得上色嘅東西啊，唔好炒長久哈，從點唔好炒長久哈，唔好炒長久哦。手乾的哈，手乾的是吃的哈，佢過水下所以冇如何熟的，冇同長久哈，會老鐵哈，先調圓那種啊。好，不過你唔怕，因為呀最初有誒，我們第一關呢，我來畢業係不卡米西，古說大家不卡，冇叫米西唔怕。全做的。對，但是今天呢，我來收集到嘅兩組嘅參賽人員，同貼片關係哦，都是表姐妹耶。哎呦，好羨慕哦，可以有這樣關係。沒中獎哦，中獎哦。好，來前來分享到我風吹嘅分享到嘅萬妹子行一kiếm錢再上分享。還有愛到吼藍水嘅明珠姐，還有完美姐，歡迎你哋。哎呦哎呦，明珠真的。該 Q 名，我們是不是要分隊啊？那個我很超隊耶，站不對地方了呢。對啊，而且你們這一組很心機耶。做乜嘅？完美明珠注定是要投給我的。完美明珠，經典呢？你看你都有風水吼，完美博謙。哪裡啊？哪裡？好啊，給你阿牛誒組合啊，其實同貼片，因為是表姐妹，對不對？啊，唔過表姐妹發正經平常時會叫他煮菜嘛？會啊，三太。希望你不卡住。啊，到教室哦，語文教室哈，大家有
客家的团体吼，啊，你大摆一间月有2摆，上下无天时，会乡下，冲山歌啊，煮菜啊呢，啊，就按东大冲点样用按讲系嘛，系啊，不错，沙琪地都嘅女朋友就会乡下来好煮菜啊呢，哦喂，哦，唔讲我谈讲哦，记到蛋强哦，是去做菜哦，佢從過未凍河塘哦，真要先沖哦，好啊，你要先沖一下好啊，來，哎呦，掌聲鼓勵哦。一年流來上那個啊，又一6年那。故江流水那乡啊，暗处流來煙啊！而且要冲完牛哈嘎平板啊，给上跳一跳动员，要让人动啊有很有韧性啊，有会玩来玩去啊呢。它就有蛋强是就技巧，还有感情在里面。对，故说按牛糖啊下来呢，就提供吼，一听会动会煮菜。好会啊，是这样子，很美啦。不过吼，我会看一下我改片吼，我哋未动力吼，记得吼，咪系表姐妹嘅关系哦。平常时豆腐下就煮菜嘅习惯吗？有，我之前我聊，我是只不夠聊啊。搞厲害啦！係啊，今年吼，馬莎係煮到嘅煮菜嘅啊。哦，明珠姐姐哦，中文已經很矮啦。按懂明珠改先動選好一下綽號好不好？綽號今天分一下。你想一下，你比較博學多。美女啊！不過在想之前吼，我們先來哦，馬上我來健康體育講來比賽。木卡好明星。大家家庭都有算係自家嘅好面試，兩嘴啲寒天嘅時間地度做出自天嘅菜色。本來係雅布卡嘅卡上癮，也係雅布卡嘅面試好呢。比賽會由兩嘴嘅小嘴長先開始，準備拿出雅布卡嘅好本底料，一家之主上菜嚟。如果一道吼外本比賽很好刺激嘅事件咧，不過吼今日節目組非常貼心，是為了我改的嗎？嘿，因為吼記到弟吼你總是輸。覺得是節目效果，今日玩這隻遊戲了，是低調眼貴嘅啊！假死哦，假死！你今天行係輸了，怎麼辦？喂，我可能一面係拍機啊！好啦，咁我看馬莎先來開始。哦，我嘅琴。好，我們先派出我們的明珠姐先開始哦。明珠 PK 明珠太殘忍了，太殘忍。好。故說嘅安樣老太家講一下遊戲安樣做，用力哦，最先老嘢嘅就會弄下來，是做得玩，好嘞，我準備好了，開始，加油，快點，他可以收手對，加油，快點，不要太快，讓他慢慢落，快點，反應，慢慢落，等一下，慢慢落，快點，慢慢落，不要再搖了，加油！好慘！帥哥，為什麼？你真的要回去好好練習。主青音總得是走得主期耶。不是，你知道為什麼嗎？你還沒好啊？我還沒好。明明那個1分鐘對你來講冇爭差 ，OK？哦，沒有，完全都沒有任何的影響 ，OK？不一定。所以呢，因為呢，攝影大哥喜歡先拍我顯虧是珠川嘛，所以我們就先到我。好啦，你個例如走對啦，拜拜。先來你。好。接下來寫了主題出菜，我要來先幫忙。哎呀，做先切嘛該。呀，先點。哦，我要切。
爱刨皮，刨皮各位嘞，刨皮，然后等，先讲好些，因为我要计时哦。然后刨刨皮刨好切，切哪一切？按长，先切这个好不好？好，可以吗？好，哎，等一下，来，时间开始。好。走的，哎，总得，哎，按钮蛮好，对不对？总这样对不对？这样对不对？嘿，好。因为唱你啊，你不会唱哎，他是偶像派的，人看给大班的人决定。好，松花丝哦，改天问他，改天问，好，按时走的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然后接下来要刨皮，对不对？嘿，要刨皮，要跟刨皮啊，要注意松柏可是刨，对不对？哎，好，刨阿姨。哦哟，有点，哎呦，哎呀，咱谢谢，好，走的，还没有价哦。哎，你这个看起来，好，切对碰，切空让老几也平长，老几平长哈。对，OK，这样吗？好，然后呢？好，然后呢？切嘞，老葱诶，你是新闻讲嘞，咋个嘞？走的。不要放那么紧张的音乐好吗？好，走的。好，我已经差不多有到了哦。只有30秒了哦。这几集下来应该已经看到我厉害的刀工了。哦，之后就不一定了，之后真的不一定。我们还有个秘密武器。哎呦，你这个准备加一点点提味，对，海鲜配是很绝配。对，像嘿明珠老把强人绝配啦。你有公共感意见吗？只有30秒了这几集下来应该已经看到我厉害的刀工了。哦，之后就不一定了，嘿吗？之后真的不一定。好，过来。那炒牛要切，还有木皮哦，还有太屌唔怕。用会切，6，我给你切好。哎呀，4，哎，怎么的？好是按手。哦，保留没走，快点，你要暂停1分钟。好。哎，我先跟大家讲一下，因为呢，吉东不会切东西，专门切饭。顾说等下我会分配投入的时间，真给我写就好水了。我是为你们着想。你得有唐吉公说完那个废话了哈。忘了，他说的也是有道理。黑洞真给。哎，做马改。切芹菜。切芹菜，汉语嘞。放落去咧。放落去。用骨。好。开始计时。全切贴吗？全切贴吗？可以哈，我認真可以哈，都帶金鋪。係啊，俺啲啊，俺每年切貼了。哎呀，切春菜，係啊，要春段，哎，戳。那邊做工無簽證有金鋪。你切辣椒，你切辣椒。泡米用就好誒。該簡單捱落。像不一點米嘅，你米啲就好誒。唔係，你切點米切一切。係，你米切就好嘅，也切就好誒。按樣切係。春段就好。我個點咩？點切春。哎呦，春段。哎呦，哎呦。 9，好啦，打咧嗰啲，係抽，打開啦， 打開啦。3，變咗啦，係切婆婆啊，請換吧，謝謝。好，是不動強嘅呀？很厲害。誰來因為做住動鬼了？大家壓住哦，我們要簽停1分鐘哦，唔怕。好。先分批後，先來大家用做討論一下。好，馬上係停一個。計時開始。開始。哎呦，佢東西吼講愛動強，結果咧他更厲害。你懂演的呀？係啊，上門嘅下啦，因為平常時愛切架補下，愛媽媽做紅蘿蔔嘅時，因為切紅蘿蔔嘅時係切一條一條，上去還會用那種凍鳳片哦，就是切刀子直接切有形狀那種。對哦。有差別嗎？你咪做佢壓怕皮好幾型的吧？哦，因為青龍吹也太些都會共用啦。哦。對。哦呦。現在10秒，大家記得開始哦，10秒鐘之後長手在同桌了哦，開始哦。6、5、4， go。3、2、1。哦，走的，開始。哇，備料很好。再來就是我們的套廳吼，要給它燙一下。哦，做工你要先燙一下，它會切啦吼。時間唔會長久係幾多時間長未辣？
有一些硬去了，给看好切。对，切的人也比较好切哈。对哈，刚才那个哈，我们那个张师傅也有讲，他说哈，一定要哈先泡个哈热的，再来冷的哈，给它一个吃起来有脆脆的感觉。为什么要切圆形？你知道吗？因为就是圆圆满满的。哎，该寿管哦，切圆圆满满哦哈。已经切了已经切完了。哦，安子噻，我们看来就给寿管人怎么切哈，用慢切了。哦，还有切发啦。好的，没有。我们切的是岁岁平安。没有开花啦，开误会哦。切花刀吼，等下炒狗狗后它会开花，很漂亮。对，冇穷人嘅感覺。有冇看到煮噶哈？像有嘅寿管的呀，有本泰寿管、西寿管，就用那種的。亚中的就做的呀，当季的就做的。哦。哎，馅饼該壽管哦。炒一下上去咯。我要去趟我那邊咯，吼，大家來呢個一道畢業咧。哦。我的圆圆的妈，你们是闻香而来的吗？闻香啊！越亲越紧紧动会讲哎呦哦，对不对哈？哎呦，马上要煮饭哦。你平時有冇講法？你平常時都做乜嘅呀？sales 啦，啊 ，sales 業務的啦。哦，原來啦。對啦。哦，等一下，我拼份嘅時間哦，要來 sales 一下你的那個。對，讓他要煮就不來做 sales 啊！你好，不敢嫌棄。假使講的動吼，甜吼，觀眾都直接預定他的菜。對啊，會不會被換掉？張師傅。你剛剛來夜市啲出菜嘅時節啦，我還是要想請教一下，因為芹菜哦，葱雞片係用那一般的芹菜，這邊用西洋芹，有冇整長冇？台灣那個芹菜吼，設計的吼，是米頭較香啦，它是了它美國的吼是它吃起來是它切啊，它切哦，要的不一樣。要總是做沙拉是它是它。好，大家哈，哎呀，懂風行沒？我這邊非常放心了，因為剩下一點點時間。哎，你這樣講的是怎樣？我那邊很不放心哦。不是，我對我的隊員有信心啊。來對那個隊員每日動入信心呢。哎呀，我一直來對你比較不是有沒有信心。原來不是他們的問題。不是這個沒。好啦，來看一下好嗎？來。那發生什麼事？一定要燜呢。燜你這樣燜，人家都會整東西嘛。人家咪係 SPA 呢，蒸汽烤箱。炒啊！哎，小塊姜啦，水得我出來哈。你就皮了嗎？保留啲佢嘅營養。哎，真的誒，而且不得不說，切都懂醬誒。我真嘅唔啲啦，馬來西亞會加水，馬來西亞唔總得加水。因為佢馬來菜，因為菜會出水啊，因為菜唔會出水。哦，我看馬來菜啦。好，我要把握最關鍵嘅時間，因為剩下一點點關鍵時間，來呢塊牙嘅片，歡迎人家特別 OK。調味要記得，調味要記得。加下肉餅、鹽巴啦。我記得餅係乜解哦？好，來呢。好，來。做得冇？做嘞！哎，你也圓圓滿滿，對，還有我們還有個秘密武器——公鹽醋。哎呦，你一定要就是準備公鹽醋嗎？哎，你這個來不及了。阿公，這個就是要加吼，因為那個吼要起鍋之前，對，秘密武器，所以我們就加一點點提味。對，海鮮配醋其實很絕配。對呀，因為它腥味很重，所以我們就是加一些這個提味。愛啲啦，像係明珠老把薑人絕配啦。你有空工哪一間嗎？這邊也差不多。好，倒數裝起來是嗎？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咧！見到一團比賽過後呢，大家來出來試試看啊，到底係哪個木卡嘅面試較好食呢？試來看下了。好，見到一團眼見狀嘅比賽，三隻下來呢，點炒來試試看啊，到底你係關地都係南吹，也係風吹，會勝出咧？好，就先對眼嘅開始來試起咯。來試，誒，你都要用木米誒，我都要改點麼哦？我都要改係用香菇取代係嗎？怎麼樣？好什麼？你都要日餅啊，嗰個小玉米係嗎？玉米筍，叫五行，倆流行嘛，講5行，就是5種顏色，金木水火土。對，
好吃哎，因为条米有冻杠米啊呢，浓度好。往哪都有改片哦，哪都有改花花世界。其实咯，客家人呢，生涯给芹菜，拜牙刚刚时节啦，都是会拜这个芹菜，很重要一件事情。除了给黑芹菜以外，其实各位要知道，芹菜给黑固肺还有气管，所以其实要多吃它。有的些人会吃后供吃芹菜，它是感光的，但是其实它对于气管跟肺不好的人很有帮助。哎，请给动力回呢？你刚才讲的完全没在脚本上呢。哎，没有人质疑我。哎呀，博学多闻，请给哦。好，来，试看。哎呦，该手管哦，好 Q 弹哦。蒸牛肉拜天就是各家的味道不一样，很明显不一样。好，睇下一下呢個鮮度吼有一個雙排大好色嘅吼，但係我認為甜呀煮起來哦。接着我來看一下本書運用版，先請嚟呢個齊師傅搶本書。還有3關，你知道嗎？有2關，還有後面還有2關。鐘師傅搶本分數。兩公婆從下連牙嘅芹菜籽就會一幸福。哎呦，芹菜的價格會飆漲哦。你給我吃這個芹菜，晚上沒有用的，要不給我跟張師傅吃呢？給你吃幹嘛？對他們有什麼好處嗎？不要這樣問下去。鐘師傅搶本分數。等一下哦，還有動厲害的東西，我來期待一下。還沒有評審啊，還沒有獎評哈。獎評，我說的就是獎評，很期待啊。因為怎麼可能2分鐘全你掉開？好，像我們的總師傅寫的功課啊。哦，一些老雞葉梅頭又到位啦，對，還有它的味道真的是到位啦。對。我很愛吼，還會選擇用小芹菜一樣用炒，就更加分。哇，它有香味啦哈，它就可以更精進這樣，但是你們也還可以用顯然厲害的，味道取勝，對。好，齊師傅咧，一片刀工較好，且較有。真嘅一個芹菜咩較傳統嘅，一片咧就米頭較好食啊，較好食。我說真的，今年量不卡多。對，好。那麼三下來呢，我來就看一下今日齊師傅帶來乜嘅素滷菜，我來教大家哦。總鋪素滷菜。今日呢要請到齊師傅來表演一下，到底今日要帶來嘅4個料理係乜嘅咧？蒜玻璃菜滷麵扒飯。蒜玻璃菜滷麵扒飯哦，來先來看一下伢準備嘅食材好冇？好。2個，這個最寶貝了，先來小見一下。你係乜嘅東西？蒜玻璃菜。睇下啲嘛。你做啲皮下嗎？叫天然嘅乳酸菌，老嘅手感超強下凍甘味。天然嘅乳酸菌。你請下做嘅哦。係啊。你請下做嘅？哎呀，全才。其實有得小介一下。也係手感嘅。手感嘅，鹽絲是。好。麵扒飯。麵扒飯，而且都係那種一條一條。麵扒飯。也係蒜條、薑麻、辣椒的該係基本啊。還有彩椒安尼。哎呦，馬上來開始。先撈鴨。先來煮麵扒飯哦。麵扒飯就好。當成半條肉嘅。麵扒飯。麵扒飯就半條嘅，係啊。南埔人on到麵扒飯。屏東該偏。較北埔的客家人講半條。半條。閩南講麵扒飯。因為它蒸起來就像麵扒呢。那底下其實白個風蔥條哈，就唔得白到為高條係，高條就腐體嚟，唔會香。高條腐體為腐體。像你金黃色就做得。金黃色就做得，做唔得破高條啦。也係炒嘅薑麻、蒜條啦、辣椒嘅好嘅。嗰個蒜玻璃菜。哦，玻璃菜。爆香之後，長用這個玻璃菜。老師好像覺得這個菜都是要加一點糖，比較提味哈。哦，酸加甜，對，哦，又是初戀的滋味了。因為我剛才有問你啊，尬水改期間，因為不會出水，所有的食材會融合，它的味道會全部釋放出來。哦，所以唔但強哦，上該調豉油嘛，冇用水去就電下去時間，
自家有冇调试同行咧？哦，伊梅头嘛唔会出来融合嘿。哦，青椒做嘛嘅系最后张标下去。董家说啊。啊，唔会变嘛，唔会个声音冇变哈哈。问得好，初学者一定会有这个问题。对啊，看来这个节目啊，猫听球一定是很会做菜的啊。对，哇，哎，这个真的很棒哎，家就真给黑色香味俱全。我要吃这一道。就来唱起师傅的便利了出题目了，看一下今日题目係乜嘅？芹菜營養成分非常豐富，請問芹菜有很多乜嘅菜 ？A. 母子菜 B. 公婆菜。公婆菜啊？做乜嘅？勤俭持家哦，勤俭为家的，先猜拳。见到沙条布马上来。我们这次有没有比较会猜的？来， 1、2、3，耶！不要这样喊简单，耶！没关系，没老皮，因为他们不一定答对。来，我选公婆菜。好啦，所以我哋是走在选 A。好，请公布答案係乜嘅咧？答案是 B。芹菜除了讲起来作用，佢有很多香菜种的威尔刚。哎呦，所以讲，两公婆从下领牙嘅芹菜籽就会一幸福。还有一讲出来了，节目观众哦，那个芹菜价格会飙涨哦。哎，你给我吃这个芹菜，晚上没有用的，要不给我跟张师傅吃呢？给你吃干嘛？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吗？不要这样问下去，很难讲。海 C 哦，因为我们答对就换我们吃哦。唔怕啦，街头料理下冻简单的，抓到我还没吃到做。真的好吃，真的好吃。椰蒜那个吼米糍啊，用炒啊去吼，哦非常绵密，又个香葱头按炒的吼香米啊，哦。哎呀，哎，总得讲下嘢，有冇看完美姐的表情啊？专业睇噶，俩菠菜吼，一天爱学起来，人应该去比赛外面打头名呢。哦，佢哋慢慢先用講話係睇起來一定地道呀，出嚟真係係非常的好食，睇起來做的都不卡了，吃做困難。不過食提過後，緊張嘅來。哎呦，最緊張最美咧哦！最杯面嘅一關都帶馬莎做的樣咧，食飽誒，準備要來開始了比賽了。我係太祖婆。用嘴運用接力嘅方式，運用客家特色食材，完成總鋪實天愛做嘅菜色。比先前唔知會出乜嘅題目嘅情況底下，用嘴咁嘅因為太緊張誒，殺亂盤盤喎，都帶馬莎真係真正嘅一家之主。喺你隨來上菜了。哎呦，如來島哦，最美最直超級緊張嘅一關了。最緊張誒！哎呦，不過吼，先來看兩罐吼具體嘅料理係嘛嘅東西咧？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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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！哇！你做到哪裡啦？做嗎？做嘛？你冇叫啦？哎，咩好講？我念錯了啦。走嘛！哎，看到你還上到牙坡哎！哎，你牙坡長這樣哦？不是，因為牙坡呢，因為那個走馬來弄個雞肉，都好食呢。走馬一開始走馬不油呢，就係人家拿來焗酒，焗煮的酒就像在家啲嘅嗰種鳳露酒啊呢。哎呦，係啊，啲講一道味嘅啊，當然出產呢個鳳露酒有幾多嘛？哎，有幾多？貴你很多10萬公擔。10萬公擔，哎，嘛嘅係公擔，梗係容積還係重量？一公擔哦，等於100公斤。哎呦，10萬公擔是1000萬公斤，沒錯。古時候呢，一道味嘅
苏南一道邊有人到鳳乳酒嘅故鄉哦。用这个这么厉害树林当地嘅西菜，我来指定马嘅料理咧。这边应该做该一个稍微有点创意料理来用啦哈。哦哟，用柠檬哈去入菜哈。哦，这就是柠檬红糟炸鸡球。柠檬红糟炸鸡球，想出題目，來不能給大家看到哦。好，風曲哈，某時刻撈埋個東西吼，向下選 A 芒果 ，B 葡萄柚。已經有答案了哦，好，因為我哦。好，猜拳，拍出馬場。剪刀石頭布。月晴姐，魏晴姐，来，啊，歡迎你。明珠月晴明啦，好啦，1、2、3，我記啊。1、2、3，因為寫 A 和係 B。不能跟總得撈埋嘅芒果。好 ，OK， 我選葡萄柚，剛好合我們的意耶。答案係 B 啊哈。我也係 B 啊，我有誰會跟白色一起做？創意料理。好，然後呢，中文嘅。雖然係風曲吼，佢種健康嘅東西啊吼，我喺法校中吼，佢會產生一種該降血壓嘅一種樹脂啊吼。葡萄柚吼，而家講增加它的濃度，吼，就讓它的療效會更強。降太多，降太多，讓人體沒辦法去負荷。了解。然後一般來說，外面醫生也說吃那個血壓藥也不能吃葡萄柚，也是同一樣的意思。好，故說早晚呢，做唔得老定下嘅葡萄柚就講下先，故三下來呢最緊張嘅開始做料理咧。來，我都有給30秒，我動腦筋哦。好，來，因為下面有電高麗菜。好，先開始哦。好，嚟聽下做唔得做哦，吼，排泄吼，從法嘛，係啊，最貴面腰都當過嘅嘛。哎呦，小姐你好厲害，一點嘛。做對冇？哎呦，拉嘛。我覺得這樣就夠了耶，好，不需要太多這樣。對，好，好，接下來我切絲這樣。切絲，盤的帶哈。加油，對，我切得懂 U 嗎？懂 U 還好啊。懂 U，這會在評分標準嗎？這個有點難呢。哎，做對冇？做對冇？做對。東西有摘一下哦。我切挺多係啊。切挺多了喲。我以為東西嘛，總不得挺多啊。那一半就好。係啊。上條砍啊，砍，先砍，砍邊咩？哎呦，係先。那個再砍。咋個咯咧？切杯油咯，係啊。篤。葱條嘛。葱條係切。哎，用切係嗎？哎呦，慢咯呀，慢咯。哎。啊，王姨，加。加油！第二棒哦，今天場你做這個切絲嗎？因為讓新屋人挺胸的。這個要切絲嗎？第二棒可以做，只有一個人做。切末。剛才唔附近嘛啊？愛切玻璃菜絲，還有切蔥呢，還有蒜頭，全係愛切的。哎，厲害！哎呦，不得了！哦，有進步了。哎，我只能負責這個。好。我溜板章，雷夢我溜板章哦。沒有醃檸檬，沒有，那個是要煮的呀。做壽司的，做醬的。等一下，我們今天提示太多了，我去看我的了。好了，可以了。雷夢我會標個粉腔哈，要做下咔，不用弄了，咔干擾。咔。雷夢記得先切咯。因為糖機啊，你要問師傅。明珠姐妹係專業哦。卡完來，等一下，跟手勁哎，都離婚哎，一個油邊嘅，滿妹姐，你表情有糟糕呢。你走的一直馬殺雞，一直馬殺雞，一直唱歌，一定要，這樣的，應該我的姐妹，對不對？係啊，有計時，各位成員。戰術成功。時間已經過一半呢，但雷夢記得切哈，雷夢做唔得標龍機哦哈。請問一下，檸檬要是什麼時候用？要是
打酱的时候，汁的时候。等一下做酱的时候，我们来用厨师90秒，好不好？好，寿司的时间。红葱头要腌鸡肉哦。红葱头要不要去？蒜头要放一点哦。你蒜头有没有留一点蒜头？等一下要炒酱的蒜头有留吗？该风冲头吼，要腌鸡肉哦。炒哦吼，要香哦吼。家庭啊，还有嘛该爱了几点分吗？那感觉够了啦，来换我们，还是有师傅提醒厉害啦。懂听到？厉害，来，讲老几条。无马好讲的呀。那个雷蒙已经飙落去，已经无马好讲的。毛不用去。这个是不是？雷蒙在那边呢。老师是这样，是不是这样？对不对？风冲头就对呀，对不对？这样对不对？对，这样一起拌嘛哈。对，红葱头要放下去，全部放下去啊。对，全部放吗？对，全部放。红葱头要全部放。红葱头是腌鸡肉用的。腌鸡肉用的哦。哎呦，对啊，你们的油还没有热哎，天哪！来告你，左手按用力啊，然后右手来热油，等一下再马杀鸡，先不用揪下去。地瓜粉哦哈。地瓜粉，再一点点地瓜粉。番薯粉要记得泡好些来哈。继续，夹哦。那做的嘛，待会我觉得哈，泡好过后做寿司的铺粉，你把弄好，搞温这个我们有90秒，你不要轻易的动。避免寿司味道走错。好，换我提醒你，换我提醒你哦，因为有调香嘛，所以要加水，我尬水，没有乱讲，不要乱讲。我们的刚好还好。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了，好，来看爱改变，来，它起泡泡越多才会有滚嘛。对，对嘛，这还没啊，还不滚啊。放斜的。哦。还不够，哎呀，还不够，油温还不够。要放斜的呢。对啊，这是不是很没有水准的问题？对，要不要一次学到位来？这个节目好难主持，光会讲话不够呢。哎，其实不要给对跑位时间，你要不要稍微跟大家讲一下炸的时候注意吗？就专门在炸太久。哎，这时候总得容，请善用好不好？来等一句的时间有30秒，欢呼一下哈，来。我们不同队哦，今天。耶！加油！多一点加来，加油！刀工有冇哈？一下好的。谢谢我切的，来，所以那个你有拍到要给柏林穿吗？是切，你看一下你这个。该是 Q 刚刚平复。好了，我已经赢了，谢谢。来。哎，这时候总得容，请善用好不好？来等一句的时间有30秒。对啊，你看给你问了那么多哎，不按抖。唔怕。等一下吼，做寿司嘅时间吼，来长了一酱师傅，哎，走。哇，那个本来走嘛，个鸡肉不要落去泡过后已经红的好漂亮，好像红宝石一样哎。哦哟，你讲不会讲哦，不用改时间顺序冇强容，你用半地第一个放的跟最后一个放的熟度不会冇强容哦，所以它有点放的太慢了，可能要因为它这个油温没有很高，所以还不用怕。对啊，我家里都用手做。强做嘞，哎，其实啦，师傅迄边分的较要点。伊还蛮定型，系啊，不点嘛，不得较不点嘛，哈。哦，哪个时间美肉爱看呢？嘛，总得来从辣去分不点这啦，错吗？你等个时间哦，还有哪个东西会做吗？先来做好。好，要去看我那边了。谁讲了嘞？谁讲了？他要当你看，一长饼下去哦，它就拉，你看有些粉是掉了哦。哪有？来后置一下，得罪他们。哎，你都等个时间，你走在线走其他个对，要把雷蒙的雷蒙切丁啊，雷蒙切丁。因为等下以后顺州黑某个演习的嘛，哈，用到松波耶，是不是？所以是要切鼻肠的 C 咯。这它油的它不会是吗？按负。对，那个是蒜头。该蒜头，但它会鸭掌切蒜头。他帮我做寿司。你们的顺序非常棒。
完了，我觉得这样出差你们要双眼在戏亚基西爬轮呢最困难的一出差，因为俺气嘎都被他搞昏了。你真的还记得吗？记得啊。记得哦。记得系总部。老师，你大家做的东柠檬汁嘛？啊，东柠檬汁啊。柠檬是做的啦。你记记？你看，差不多了。你蒙贴了。好了。好，那我们去看那边了。来看。看起來差唔多。超了。你下個時間會做乜嘅？超了。呀，炒了。師傅來了。炒。我也不師傅炒。係啊，我不師傅讓他炒。你要拿。你還沒站定位。好，開始。來炒乜嘅料？要先下以後。哦。夾夾呢，總得慢慢的吼。真真沒有聽到白色。我很神啊，冇法子。哦，你走的10秒，一邊做一邊講。等一下，還有10秒。還有有啦。悠悠的嘅。悠係。 10、9、8、7、6。他會表埋嘅東西冇？7、3、2、1，時間到了。好，趕快！趕快交手！姐，來，玩嘢嚟。檸檬汁啊，檸檬汁，才會交掉。倒太多。哎呦，倒，你全部倒。對。試看你拿香拿蒜哦。好了，其他看你們的造化了哈。不夠酸，這個再擠下去。我想我榴蓮撈幾平熟呢。全部過來，香油啦。有你的資源，看，老師你要來教，看到噴蜜，來，還有可能撒嬌好。然後你看還有人使用廚師幫忙我救生妹，我們需要你，I need you。等下出料理，那師傅你第二壽司你有做嗎？先炒香嘅新香料啊，對，這樣加調油。先俾炒香，檸檬水有傾嘛？有，好有誒吼。哦，還有水哦。水 ，water，糖。還有，等一下，哎，糾察隊站這邊。還要加這個嗎？還多少時間？加這個飯。哎，姐姐你的手好漂亮。等一下，下一步怎麼弄？炒完之後你跟我們說一下。領豆蛋糕嗎？哎，領豆蛋糕就好誒。好。要不要再傾一些檸檬東西？等一下呀。7、6、5、4、3，哎，總得2、7，好，時間到了哦。好香哦！好，看到。檸檬啥30秒哦，來看一下那道片。哎呦，完全進度超前。哎，擺盤，哎用。這樣嗎？可以調整。你看這個時間，你看用辦調整，本來都有一條吼創意嘅想法就冇。倒數10秒。完全冇創意嘅。來6、5、沒關係。3、2，很忙了。時間到咧。都帶嘛啥？係基本已經太中譜咧，等下就來吃這個嗱咯。哇！最貴面一關呢，竟然係非常嘅刺激，貼片呢係加多嘅中譜師，然後係天數嘅30秒，然後90秒當中，看來呢也係關鍵。好，就誰來吃這個嗱咯？來，先從我家最開始的生氣吼。來，煮一份魚係世界老師呀，等下哈，我要和明珠姐哦，來。哎，好好吃哦。這個都好食誒。就蛋有香味。你家醬油沒有毀掉呢？沒有啊，你有記得這件事嗎？沒有這件事。沒有，被剪掉了嗎？要不要給明珠姐一個機會？因為剛才滿妹已經有表現那個吃功了。你要不要來對着我們攝影大哥？咁難得哈，老主席你係命好強咯，來表演。好好吃哦！哎，等一下你中計了，因為他是要你表現他們的。對，等一下，來調感，你要表現更誇張。是塞昆那藍隊的部分。等一下，好，那應該重點顏色比較不一樣哦。
可是我觉得我的瘦子好像要多一点。你的寿司很好多，不过吼豆摸着挺好。要富裕有弄吗？有吗？有啊，冇落动到，唔敢多人做。可是我觉得还是很好吃哎。什么叫做还是？矮感觉，你看傻逼呢？来，满妹姐你也表现一下吃的感觉。你想帮他咬，感觉啊！我帮他咬，帮他咬。哎，做好狗了。你不要演得太好了哈。因为一边走好狗，一边唱歌，一边吃东西吗？哎呀，你阿超嘛啊？没有啊，冇累啦。哦，好啦，我们讲来感沟啦，真的各有各的好。对，其实说真的是都还蛮好吃的。但是专业的要来了，对，专业的要来了哦。欢呼一下哈！来，老师不同队哦，今天。老师我是红队哈。对，耶！加油！来，就你昨天来罗一姐下来，哎，我们要怎么样的？加油！ OK， 2、3，来，加油！男主哦，很好，有活力，系嘛？来，转下其他过来，其他过来。好，最近这段时间，等下时间呢，就先请你齐师傅唱本分数。加油！来。 没有转错哈，所以现在是我们红队赢吗？哎呦，善比，我们赢了！哎，你们不开心吗？不开心。牛蒡尾挑该片有加酱油的。红队的盘吼是给用吼在跳舞仪吼有较用较大条吼，有较每套有较重条吼。 吃起来是较香吼，其实哦两片差不多啦。啊，这边是看到佢嘅刀工有冇吼，有较好定啦。谢谢我切的，来，谢谢，真的。所以那个你有拍到那个玻璃川吗？是切丝，不是切断。来，你要看你这个，等一下，来。来，该良喜剧看到完全冇恐龙嘅两片哦。 该口感该扑粉。好了，我已经赢了，谢谢。来，酱油赶来，哎，牛蒡我挑正义的那一方。我是知道的，米头卡有腻腻呀。哦，虽然一队哈赢了啦，但是还是要颁奖一下最开心的时间，我来各位嘞，主一份题了。 今年吼，拿到3000Q， 唔管系拿到3000Q 啦，唔管系拿到该奖品啦，我来讲一下今年我哋参赛嘅感觉。对，当欢喜来到呢个节目，希望观众喜欢的话，随时报名来参与，非常对，我的词先讲掉了，非常好。利用吼，该要给明珠姐啦，完美姐姐，今年吼参赛的感觉系嘛个？ 好多动作啊！所以有哈的人哈，做喺度报名来参加的啊哈。新梦英，新梦大家，新梦大家。很多以後咁樣嘢做得要壓到來到鬧嘢，節目經營變到非常嘅歡樂，大家應該咩意思下下嘅。不過因為呢節目已經達到係你嘅目的，就係向下來學習，向下嚟都要當部腦嘅來做菜。所以哦，假使你對做菜非常有興趣，非常有信心，假使你想去到節目當個唱歌，你請做得來報名參加哦。好，依家資助 Andy，下禮拜再見咯，拜拜。